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过年分红包已经算是家家户户拢有的习惯，即阵大人会摕红包给囡仔，时势会包红包给时大，头家佫会分红包给新郎，含政治人物嘛会出来分红包给民众。政治人物过年的时阵出来分红包是真特殊的台湾现象。咱今日来讲过年的红包。伫日本时代出世的女性，因是头一批受过新式教育，嘛是头一批有家己的职业，要求自由恋爱的一代人。这群人经过日本的殖民统治，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，因看到228事件，嘛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威胁。因的一生毋但是拄到足侪社会经济动乱，也就爱为读日本册变做学讲华语的人。台湾女性人物群像这本册写16个伫日本时代出世的女性，因一世人的经过，因生活的年代。这本用汉字写的台语册有8万多字，册内有加6点多钟的专文朗读。买册链仔就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，请大家做伙来交关台湾女性人物群像。红包毋是干那过年才有，而且分红包也是缀红包，拢是真古早的风俗。伫1919年的教会报内底，咧讲嫁娶的风俗的时阵，就有写着新娘要落轿，伊的风俗是啥物款？伊写讲要开轿门，轿夫要红包，讲好话，拢有4句。着一个囡仔捧茶盘2粒柑来请出轿，新娘着缀红包，其余着真侪红包。若摕米互新娘，拢着红包。这段内底写的红包，就亲像台日大词典内底解说讲，是用红纸包的谢礼。后来的词典也阁有写着，用红纸包的钱是欢喜庆祝的时阵送互人的礼物，也嘛会使是恭喜，也是祝贺的意思。那呢，包红包甲收红包，拢有代表真侪无同款的意涵。这位安怎互人红包？咱讲的这个动词就会当发现，像拄啊读的迄句，就讲新娘缀红包。有时咱嘛会听到人讲赏伊一个红包，也阁有人会摄红包，嘛有人会送红包。包红包互人这个动作无相共，意思嘛无啥相共。毋过过年收的红包，甲平常时阁无啥相共。红包嘛号做缀年钱。缀年这个讲法我捌听过，因为若有时大摕红包互我，嘛会甲我讲这互你缀年。毋过缀年这个讲法是甲年兽的故事较有关系。华语讲的压岁，毋是缀年岁，这个岁是一只年兽会互囡仔破病，所以过年的时阵就用一个红鹿仔缀钱，甲这只年兽缀互落，才袂出来作怪。我自细汉过年收到的，就拢叫做红包，较少听人讲缀年钱。过年分红包是足早就有啊。咱即阵若看日本时代的人，因留落来日记，就会读到讲因过年拢有咧分红包。上济是大人分互囡仔，也嘛有分互过年时阵来搬戏表演的人。会伫100当前写日记，搁留落来到呾，这个人毋是一般的普通人，就爱家世袂歹，受过教育，才有才调写日记。若是一般的家庭，敢有钱通分红包，我是真怀疑。伫1945年咧过年，迄当阵战争也未结束的时阵，住伫台南的吴新营医生，伊就伫伊的日记内底写讲，伊迄当拢无送礼，因为物资足欠缺，就无需要安尼做啊。而且伊嘛无包红包互囡仔，也是厝内的人，毋免着遐尼重视钱。
所以过年包红包虽讲是传统的风俗，也嘛得要有一寡经济基础才有法度。战争了后，包红包的习惯嘛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哪来哪无相共。毋知影敢有听友会记得邮局发行的储蓄券？伫1960年代，国民党政府鼓励民众都爱欠钱。伫迄当阵咧讲欠钱救国的时阵，学校嘛鼓励伫国小、国校的囡仔就去邮局寄钱。真侪爸母会替囡仔去邮局办寄金簿啊。过年的时阵，邮局的储蓄券生意是上好的。袂少大人会去邮局买这个储蓄券，回来包红包给囡仔。安尼收到的红包，就敢若会使去摕去邮局寄。囡仔收到的红包，若毋是摕去寄，嘛会互爸母收去。这应该是大部分的人会记得。台湾社会变富裕了后，是家家户户过年拢有咧分红包。伫1980年代，毋若伫厝内分红包，嘛开始有一寡慈善机构伫过年的时阵会送红包去互育幼院的囡仔，而且像警察、广播电台嘛捌送红包互需要的民众。分红包有淡薄仔像救济的意思。像1987年，就有新闻讲，迄当阵的台北市长柯水德，伊过年就去育幼院分红包，一包是200块。毋过头一个现场分红包互民众的政治人物是李登辉。伊1991年做总统的时阵，就返去伊的故乡分红包。后来1996年伊民选佮选调，过当当伊就准备1500个200块的红包返去因兜遐分。但水扁做台北市长的时阵，嘛都有返去伊的故乡台南遐分红包。后来佮选调总统，嘛是有返去分。有人讲这是一款宣传的活动，因为民主化以后，民众就是选票啊。迄当阵拢为家己的故乡开始分红包，这代表因拢也会记得家己的故乡，甲因家己的祖先。政治人物分红包是哪来哪事件，毋过嘛有民众就开始批评讲政治人物分红包这项代志是足奇怪，因为红包是时大分互时小，算是一款祝福；也若时小包互时大，算是有效。头家包互新罗算奖金，也若寺庙分红包是祈求平安福气。总统分红包就真奇怪啊！2004年的时阵，咧修改选举买票条款，就定讲若送超过30块的礼品互民众，就算是买票。嘛因为安尼，总统后来分的红包就受到限制。过当当，咱水扁分互民众的红包，敢若剩10块。而且迄当为着伫伊的故乡官店遐，莫伤侪人来排队，所以伊的红包是庄内民众一户分2个，互因毋免去现场排，去排队的人就变较少啊。毋过也是有人为着要摕到总统分的头一个红包，甲人冤家相拍。因为政治人物因会当包的红包的钱变真少，也搁愈来愈侪人咧分红包，所以也真竞争。对因来讲，红包的设计就哪来哪重要，就爱水搁古锥，才有人要摕。2007年，淡水扁伫台南分的红包主题叫做“上美丽的名台湾”，因的红包是2点钟就分了了。同款迄天暗时，伫线顶就有人咧拍卖，标价是1000起跳。后来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，嘛有分过1块金纸包的巧克力。若分的红包的钱哪来哪少，红落啊设计了哪来哪水。咱若看政治人物因分红包的地点，嘛豆豆的改变。头一项就是因为固定的地点变做是台湾四界去巡回，因过李登辉淡水扁，因是返去因的故乡分。马英九做台北市长，嘛捌伫台北的捷运站分。后来是变做敢若伫一位分，安尼无够，因就爱全台湾南北东西走透透。
从2018年过年的时阵，蔡英文是为台东开始，坐转去屏东，才搁去高雄、台南、嘉义去遐行大分红包。相共迄个时阵，伊的副总统甲行政院长是负责伫北部的教会甲寺庙分红包。第二项分红包地点的变化，是为一个会当聚集民众的地点，变做是庙时上侪。无论是县市长、议员，因拢会伫家己的选区的寺庙拜拜，先刷分红包。也若是总统，是足侪间庙时拢得爱去。从法鼓山，伊为2007年开始，第29暝拢会弄钟。这个仪式是无论什么党派，拢会去参加。有人讲，寺庙是过年政治人物行大活动的一个真好的地点。除了伊现场一定有袂少人要动员较紧以外，若也无清楚讲到底偌济人会支持伊的政治人物，伊先去遐行大看卖仔，先甲遐的地方人士交陪。就算讲迄间庙无要挺伊出来选，拢也会当讲是过年去拜拜，求平安，也是求国运大顺。从台北的保安宫嘛，足侪政治人物会去，有的也会伫遐宣布讲要参加选举。自从媒体宣传变足重要以后，政治人物若过年都会足无用的。除了因着爱分红包，也有人会写春联、春仔，办倒请一寡需要斗相共、较弱势的人，甲因围炉。即马所有的政治人物拢有家己的社群媒体，过年前因就会先公布讲因今年过年倒一天会去倒位拜拜，也是会去倒位分红包、送春联，也是送日子。也嘛有人会伫线顶分享因过年的时阵去什么所在行春，也是食什么料理，完全是无输食的梦情。后礼拜就要过年啊！毋知大家红包敢有传落好？包红包有袂少礼数，像讲着爱双数，像讲钱袂使拗起来，毋通用旧的红鹿仔底，红鹿仔佫袂使封起来。上好是包新的钱，也佫有足侪。即阵敢要注意遮尔济，着看个人啊。真趣味的是，过年红包嘛有行情，是讲包红包甲送礼相共。要包偌济是看家己的能力，嘛看甲对方的关系。无论安怎，我先伫遮祝大家新年恭喜，万事如意。大家若是对节目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留话，也是写批来甲我讲。嘛请会记得订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。若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介绍内底有EC Pay的链仔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